嗱，大家知唔知道到底呢樣係咩嚟嘅咧？其實係咁樣嘅，我課程就特別有個 separate 嘅 notes， 特別教 exam technique， 呢個係好難嘅。我哋喺2014年，即係11年前，香港嘅 company ordinance 咧就轉咗嗰個 chapter 622啦。咁嗰段時間咧就係首次喺2014年可以俾咧香港啲公司集團裏邊做重組。呢個咧就係關於一個 group restructuring。咁呢個重組咧當然要滿足一啲條件。咁佢裏邊咧就係會分開幾樣嘢㗎。第一樣嘢就係你做呢個 amalgamations 咧，你可能會有 sales of 你啲 asset。第二種係仲難答嘅，你做呢個 amalgamation 咧係 without sales of asset。仲有佢有一個好處㗎，就係點樣 utilize 個 tax losses。而 utilization of tax losses 咧，呢個仲難，佢有幾個 scenarios 㗎。嗱，我可以同大家講啦，因為我教緊唔同嘅課程啦，但係 QP 為主啦。我可以講再深啲嗰啲課程，嗰班人做緊稅啊，佢都 handle 唔到 amalgamation， 因為呢一個係其實你哋未必會咁容易，因為呢啲 module 14冇 past paper。OK， 出邊嗰啲就算有 past paper， 人哋要考埋去大陸稅嘅。即係佢係咪會考埋啲大陸稅？咁你哋又未必問到嗰種 corporate income tax， 所以佢咁樣擺埋出嚟咧，大家要知道相當之難。但係當然啦，本身呢一樣嘢2014年就有啦，咁佢從來冇出過。咁但係點解會擺？大家知唔知咧？就係啊，因為我哋而家最後最 latest 嗰個 DIPN 63。呢個咧就喺2023年年底出嘅，好多頁，好難睇嘅。你諗下啦，佢啊稅局唔會同你咁心急噶嘛。2014年冇出 DIPN， 去到2023年，即係2年之前先出，所以今次就係第一次考，好難嘅嘢。咁我有個 separate notes， 即係我個 course 啦，亦都教 exam technique 頭先嗰啲。